真久毋捌看外台戏。我是伫歌戏的故乡宜兰大汉的。国校啊，一直到高中，拢甲阿公阿嬷住做伙。厝邻食饭，拢是菜硬硬咧，捧去客厅配电视。节目敢若两种，毋是看新闻，就是看歌戏。年节啊，庙里有闹热，便若听着歌戏的声，就冲去庙里看。毋管是电视还是外台戏，拢介意。自安尼，爱歌戏的灵魂就定紧啊。伫学校参加北管社团，老师除了教阮学分鼓吹，嘛教阮学唱歌戏。小生、小段、扮仙、身段，拢有学过一寡啊。遮个美丽的画面，拢是我甲歌戏斩袂断的缘分。真久毋捌看外台戏啊，有影感觉真怀念。真自然会有甲即马甲较早的歌戏相比的心态。看戏迄天，演出时间还袂到，观众都甲现场客甲吵。除了老大人，阁袂少少年家，阿叔啊嘛来看。由此看来，会看歌戏的族群，毋是干那老人尔。我看的即场，无论是讲话还是演唱，逐句拢有字幕。用讲的台词拍华语，用唱的歌词台语、华语难咧用。有当时啊，看戏甲字幕对袂准，需要理解的时间。有诶为着押韵也是趣味性，会直接使用华语来正做歌词。这嘛是创新佮新式的做法。是讲华语字幕翻译的问题袂少，少年演员讲的，甲字幕显示的意思有争差，甚至一两下啊完全无共款。即摆看戏若无看字幕，较歹完全了解演员讲的话。有诶是念毋对，有诶是教字无够清楚。希望字幕会当全台语，下边用华语辅助翻译，双语字幕，互观众毋若看戏，阁会使学看台语字哦。若讲到曲调、乐器，甲较早细汉看的形式颠倒变。传统咱较熟悉的七字仔、刀马调、状元楼，敢若出现两三摆。比例来讲，新编的曲调加较侪，甚至用流行歌曲《望春风》《烧肉粽》，取伊的旋律配合剧情写词，互戏剧甲观众的距离会当较接握。今仔日的演出是以悲白弦仔为主，鼓吹锣鼓为辅。展现的音乐声较温柔，观众听落诚舒适。演唱的时阵，音乐背景除了主旋律，也有和弦、柔和的伴奏。整体音乐有无共的层次，有闹热的锣鼓声，嘛有元素丰富的音乐声互相配合。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，对观众来讲，嘛是一种享受。希望咱原汁原味 Made in Taiwan 的歌戏，保留一定比例的传统精粹，加入创新的现代元素，继续吸引无同的观众族群，互台湾的歌戏伫这片土地继续生传落去。